老弟，你新提一辆车呀？那真能讲？我看见了，你花多少钱提的30万。30万？你刚参加工作2年呢，你一个月工资刚3000，那就算你不吃不喝，你也攒不下一辆车钱呢。我这都参加工作多少年了，我一个月工资2万，我到现在我也没攒出30万来呀。你是不是跟妈要钱了？爸妈都那么大岁数，我哪舍得跟我爸妈要钱呢？那你刚挣的钱？我就这2年嘛，管你要点零花钱，我攒着攒着就够了。那你的意思，你那辆车刨去你2年的工资，那剩的钱都是我的呗？那怎么可能呢，姐？我那点钱都不够我日常开销的。我这点钱都不够我日常开销的。管你要点零花钱，我攒着攒着就够了。姐，给我200块钱呗。没有。哎，姐，你这准备干嘛去啊？去趟公司。啊，那行，你去吧。我走了啊。新吉电影院等你哦。马上到。骑着黑马的老子是你？哎，姐，你说你都多大了，还约网友呢？算你狠啊！这是200块钱，把嘴给我闭上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呀。失落的伤心语也是你？哎呦我的妈！姐啊，你给我破100块钱零钱，我一会儿坐车。我这不够，我这就剩85了。85呀？那你把100给我，我找你15。不对，我欠你15。你欠我15呀？那你手里不正好有15吗？你把15给我不就对了吗？对不对？对，这回对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啥呢？我没笑啥，姐，你玩吧，玩吧，继续玩啊。姐呀，你快出去躲躲吧。我咋的了？你和爸你俩合伙藏在哪儿？那私房钱被妈翻出来了。花盆上的200，还有那哪儿那个呢？冰箱上的100，都给你翻出来了。还有那哪儿那个？沙发底下100也翻出来了。可不嘛，还有那个没有的呀。哎呀，姐，你快别说了，爸搁屋里跪着呢，赶紧出去躲躲，等妈消气了你再回来。那行，老弟，有啥情况你随时跟姐联系啊，我姐出去躲躲去。放心，放心吧，姐。好老弟，亲老弟呀。你快去吧，快去吧。来，花盆里的200。你别叫。哎，冰箱上的100。哎，哎，全了，够我花2天的了。2天以后给我姐打电话。干啥，老弟？姐呀，你这衣服咋有根头发呢？这有啥稀奇的？我掉的呗。这一看就是男人头发。那就是你掉的。我头发哪有这么长啊？那大姐掉的。我可没碰你衣服啊！你俩想咋的？你处对象呢？我没有。姐，不是我笑话你，你说你找个啥人也不好，你非找个长毛大撒的。谁说的？他是短头发，他是短头发。啊，说吧，你想咋的？也没啥，我跟大姐我俩饿了，不想在家吃了。我就剩这100块钱了。大姐借钱，还你衣服。走。太好吃了。姐，你有没有100块钱借我？没有。你看我着急，你咋还六亲不认呢？你借我100。我说了我没有。我不信，除非你发誓。我要是有钱不借给你，我这辈子都找不到对象，行了吗？啊，那这100块钱可能是我掉的。这100块钱。我的。姐，你上句话说啥了？我的。不对，再上一句。我要是有钱不借给你，我这辈子都找不到对象。